今年嘅公布金钟奖委托颁奖举行颁奖典礼，看看电视台媒推出专题报道来为大家做小解。先来看到中央广播电台嘅抗疫节目，就是旧界社区故事，也第八小解台湾各界社区推广环境保护嘅故事。播出7年，今年国系第400位社区节目奖。韩国297年公共台同环保人士林淑英做到同调答，每期同好。媒体102位社区节目97年奖。99个社区故事，将同大家共同来分享，来当做真实的一个派主题。朋友们好，我是公共台今日在节目当中呢。播音室地度99则社区故事的2位主持人，公共台同林淑英，可能相片见大嘴鼓、见公鼓。节目的内容就是长期关心社区环保议题的林淑英先生，实际下乡拜访，收到的精彩故事。空气啦、水啦，也得某个东西，就像俺那